好，来继续来看蔡总统昨暝到宜兰参加到世界歌蔡总亲会，提醒着大家爱遵守指挥中心秋冬防疫的规定。嘛，希望经过这几年了后，所有乡亲拢会当会记哩，咱有一个姓蔡的女总统，带予大家信心甲希望。 去宜兰出席总亲会，正摆乡亲伫咧现场，总统蔡英文嘴暗挂条条，提到上台才把嘴暗摕落来致辞。这个口罩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所以很多人的口罩是跟衣服是一起搭配的。那很多人的口罩呢，也有很多的创意在里面。我觉得这就是台湾人可爱的地方。碰到困境，碰到困难，我们都会用我们的创意。 蔡总统讲到，台湾防疫做甲真成功，伊伫咧今年富比士比拼全球8大影响力，比去年进步4名。这份功用是台湾配争取的。我希望经过了这几年之后，我们所有的乡亲，我们所有的中青跟记者，我们曾经有一个姓蔡的女性的总统，在她做总统的时候，给大家带来信心，也带来。 所以大家做翕相时阵，蔡总统更换另外一副柑仔色的嘴暗，和全部的人同款，互翕相相片看起来更加整齐。